同大家分享下今次去日本、韓國去咗成個月，帶咗啲乜嘢化妝品。防曬帶咗 Suku 嘅，貪佢包裝非常之輕巧，完全唔壓定，同埋佢有 SPF 50 PA 4個加，膚感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乳液狀態，搽完之後勁貼妝。粉底部門帶咗兩樣 Clé de Peau 嘅妝前底霜，如果你同我一樣咧，皮膚係冇乜太大瑕疵嘅話咧，單搽佢咧已經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提亮效果，而且係可以持續一整日嘅。需要遮瑕度嘅咧，就推薦大家用呢一個 Valentino 嘅白 cushion 啦，遮瑕度非常之靚，亦都有一個好靚嘅水光感，而且持妝力喺 cushion 嚟講算係超班嘅存在，建議大家人手一粒。碎粉帶咗呢一個 Make Up Forever 嘅銀蓋，用緊嘅顏色係2.0 Vanilla， 上到塊面度咧會有少少輕微嘅遮瑕效果嘅，定妝能力十分之好，基本上用咗佢之後全日個妝我都冇用過。眉毛都係帶咗呢一個 Benefit 嘅眉粉，一盒入邊有2隻色，深淺可以自己調配。眉 gel 係帶咗 Pera 嘅呢一款啦，好中意佢呢一個頭咧係非常之幼細啦，同埋可以 catch 到每一條眉毛。眼底遮瑕我淨係帶咗 Laura Mercier 嘅呢一個雙頭遮瑕筆啦，我多數咧都淨係會用 corrector 嘅嗰一邊去遮我嘅黑眼圈嘅啫。如果需要多少少遮瑕度咧，我就會冚翻呢一個 Valentino 嘅氣墊咧，就已經遮到好完美噶啦。眼影我淨係帶咗2盒 3CE 嘅呢個 Smoother， 成盤9個顏色係全無廢色啦，由淺到深佢都可以幫你安排好噶啦，而且深色係足夠深去畫我呢一條眼線嘅。如果想要眼妝多少少變化咧，我就帶咗呢一個 2AM02 號，好中意佢入面嘅2個閃粉咧，搽出嚟都係超級 bling 嘅，而且係冇乜跌粉嘅狀況，呢盒粉質非常之好。Handmade 嘅臥蠶盤01號啦，今日嘅臥蠶都係用咗佢嚟畫啦，好容易就可以畫到一個好 eye catching 嘅臥蠶，加上呢一個眼面嘅顏色咧，去補淚溝嘅位咧係非常之合適。有時黑眼圈遮得唔夠好，用呢一個係可以搭救到嘅。胭脂都係帶咗2個，呢一個係 3CE 嘅 City Mauve 啦，佢係一個好正宗嘅煙粉色嚟嘅，亦都係我而家面上面嘅呢個顏色啦，搽上塊面度咧會有少少收縮嘅效果。另一款咧帶咗 Dior 嘅限量版271，佢係一個好靚嘅牛奶粉啦，好適合大家大範圍打喺面中咧，就會有一個好 cute 好似士多啤梨咁樣嘅效果啦。眼睫毛方面，因為我係長期植咗上眼睫毛嘅，所以咧我淨係需要搽下眼睫毛嘅啫。下眼睫毛我就帶咗呢一個 So Long 嘅 Ultimate， 可以搽到你啲下眼睫毛同上眼睫毛一樣咁纖長，而且佢係唔容易搽污糟你個眼底。最後唇膏部門帶咗 Lean 5支 Embryolisse 嘅潤唇膏，去親一啲凍嘅地方，同埋你個嘴係好容易爆擦甩皮嘅話咧，搽完之後咧個嘴好似重生嘅一樣。Bobbi Brown 嘅護唇精華，你見我都係用咗好多，佢搽出嚟個顏色咧好透薄啦，可以幫你加少少咁多氣色，而且咧佢嗰個護唇精華真係可以滲入到你個嘴唇入邊，做到個護唇嘅效果。Roman 嘅38號色啦，亦都係我而家嘴上邊嘅呢個顏色，佢出到嚟會係一個好 neutral 嘅玫瑰粉色嚟嘅。唯一要留意咧就係佢比較適合嘴唇偏淺嘅女仔去用。On top 我就帶咗呢個 Fui 嘅 lip gloss， 對於我哋呢一啲唇紋星人嚟講咧，一搽就真係可以 cover 晒我所有嘅唇紋。最後一支帶嘅咧就係呢一個 Chanel 嘅白管潤唇膏。如果有啲場合係需要個嘴再偏紅一啲、再顯色一啲咧，我就會帶呢個色啦。雖然佢係潤唇膏，但係搽咗上個嘴度之後咧，佢係一啲都唔潤嘅，反而似一個咧貼到你個嘴好實嘅一層薄薄嘅 lip tint 咁樣。呢個我都幾中意嘅，持久度唔錯嘅。